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块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送君珠泪滴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“珠”之乌珠第一条。珠本地是讲蛤蟆壳内底圆粒，咱讲珠，像讲珍珠；刷来铁做的圆形的器具，咱嘛讲是珠，像讲铁珠。啊，若分开来讲，圆形一粒一粒，咱嘛讲珠，像讲佛珠、念珠。另外人讲嘴唇一粒珠，小姐唔认输。刷来切做喙一粒一粒，咱嘛讲珠，像讲芹菜珠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线珠，某人讲是线对、线推；第二个词读做颔棍珠，某人讲是颔珠、香棍。就是查甫当大人了，伫咧阿嬷棍头前泡泡这个物件，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爱注意家己身体变化，像讲颔棍珠，就是查甫囡仔当大人，才做查甫人才有的。另外，有皮肤科医师认为讲，线珠的皮肤若是密，都要特别注意，可能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症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珠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